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 UP 主茄子柴。作为一个稀饭食节爱好者，今天我们来用宁波做法腌个冬瓜吃吃。嘿嘿，首先你需要一大块冬瓜，最好选白皮的。感受到这个冬瓜的分量了吗？一定是个好瓜。这是我的祖传大菜刀，一刀下去，菜末肉类。这个冬瓜当然也不例外，把这个冬瓜切成一段一段的小块，然后它们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接着把这些冬瓜加点水放锅里煮熟，你就会得到好多煮熟的冬瓜和传说中的冬瓜高汤。怎样才可以知道冬瓜煮没煮熟呢？当你能把筷子轻松地戳进去，那就代表它已经熟了。看结冻就是该死的证据。哼。等这些冬瓜自然冷却后，我们就要给它们来个快乐盐枣马杀鸡。用盐把它们几个面都搓一搓，想怎么搓就怎么搓，注意别搓太多了，不然可能会太咸哟。搓完所有的冬瓜小朋友，就可以让他们躺到罐子里啦，去冰箱睡一个晚上。因为冬瓜小朋友太多了，所以我就装了2个罐头。等到第2天早上，残忍地叫他们起床，看一个个睡的都成什么样子了。再用之前煮出来的冬瓜高汤淹死它们，差不多倒入致死量就可以了。然后继续让它们待冰箱度假。传统臭冬瓜还要放臭乳，但是想要不重口，基本都是不放的。腌了差不多2-3天后就可以吃啦。让我们打开看看，来看这冬瓜的成色，丑吗？丑就是好吃的臭冬瓜。夹出来几块试试，嘿嘿。剩下的冬瓜们还是要放进冰箱保存哦。淋上芝麻香油，加上1小勺味精，再配上1碗稀饭。夹1块冬瓜肉试试。真香。铁老师宁波话时间，臭冬瓜，驱冬菇。你这个臭冬瓜，挠给我驱冬菇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不要忘记3连加关注哦，爱你，啾咪！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